甲姐姐啊，甲姐姐，外口有挂号呢。哦，我知影，是阮阿爸佮有阮阿母伫网络买物件啦。哦，哇，遐尔大的包裹，唔知影因是买啥物物件呢？嘿啊，我知影，咱来哪跳舞，哪甲包裹跳好开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安尼，咱就先来拍两个谱啊。手搁安尼说，问阿母是买啥物，咱搁全部跳一遍哦。阿母伫网络买啥物？是伊啊！好，这椅啊爱用着尻川，所以咱的手就放遮，亲像徛鹅共款。搁摇尻川啊，摇尻川，咱全部连起来跳一遍哦。阿母伫网络买啥物？咿呀咿呀哟。阿爸嘛有买物件哦，阿母是买椅啊，阿爸是买刀啊。咱甲手变做刀啊，平平安尼，骹甲手同齐振动，讲刀啊刀啊哟。咱全部连起来，搁跳一遍哦。阿爸咧网络买啥物？刀啊刀啊哟。哦，安尼总共爱偌济钱啊？椅啊，佮有刀啊，拢是一个500块。安尼两个就是1000块。哇！即摆有椅啊，佮有刀啊，你有感觉即摆就舒适的无？啊，当然有啦。啊，甲姐姐莫搁坐啊啦，紧起来跳舞啊啦！歹势想舒适啊！安尼小朋友若是准备好势，就对阮来跳这条古锥的咿呀咿呀哟。